咱再来看内阁改组，劳动部长柯明春留任，有立院立委早起开记者会，呼吁柯明春利用最后一档的任期，赶紧来完成春秋有薪水的家庭照顾者，并会当来兼顾工作甲家庭的方案，嘛要赶紧来通过上佳工资法等政策。内阁更新，劳权更新。妇女新知台湾劳工电线顶团体参伫委组会开记者会，指出就有薪一家平衡方案、保强性别工作平等法、雇主性骚扰的空旁，通过上佳工资法这三大劳权改革，伫劳动部长继续留任了后，就应该赶紧伫这会期完成修法，卖个拖平。比如说，有时候对爸爸妈妈来说，他真的非得要一整天抽离吗？不一定啊。他今天可能是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可是我们的假有办法让他有这样的弹性吗？民间团体用自身体会发声，去年囡仔的出生率是史上上低，若无优先照顾家庭等，要安怎提升生育率，解决少子化的个案危机？另外，亲像关联会主委对下司性骚扰的案件，若女性伫工课场互定时高刷，目前的性别工作平等法并无法度处理雇主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今天要求说那个雇主他自己这个申诉人必须去向雇主来提出申诉，那这是与虎谋皮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呢，事实上早就应该要补齐。阁有上佳新制立法，民间团体呼吁，这是总统蔡英文的政见。虽然基本工资连续几啊档拢有调整，不过立法会阁较透明、甲公平。民间团体嘛呼吁行政院应该赶紧送出法案。立委范云嘛表示，接落来的会期是这届立法院上后一个法案的会期。若修法改革无完成，因为改期无延续，进前的努力就无采工啊。记者叶立凯台北采访报道。